哇，你隻嘢啊！東張西望個平反專輯一出咗，你就喺度生蝦咁跳啦。咩啫？人哋今次沉冤得雪喎，我唔理啊！我要去海馬公園。唔得啊，唔得啊！扮蘿莉聲都冇用噶啦。唔制，哥哥帶我去啦。唔得啊！邊有咁多錢帶你去海馬公園啊？咁我咪叫小明姐姐陪我去咯。搞錯啊！點可以麻煩到小明噶？哥哥。唉，好啦好啦，我投降啦。好嘅，打埋電話俾小明姐姐，叫佢一齊去先。做咩係都要小明去噶你？因為我中意同小明姐姐玩啦。喂，小明姐姐，你今日得唔得閒啊？得閒啊。哥哥叫我約你海馬公。喂，小明，唔好意思啊，個麻煩妹喺度亂噏嘢。你哋去海馬公園啊？係啊，想問你一唔一齊去啫嘛？好啊，咁我哋1點喺海馬公園入口等啊。OK，咁一陣見啦。哇，多人到佢啊！早知就唔應承嗰個妹頭話嚟啦。遊樂場啊嘛，冇辦法啦。哥哥，小明姐姐，我見到 friend 啦，我同你哋玩一陣，玩完搵你哋啦。郭油香，喂！唉，叫都叫唔住，正一冇尾飛陀嚟嘅。係咁，不如我哋唔好理佢啦，去玩啦。嗯。哥哥，你要加油啊！呢個步油香啊，走咗去玩咁耐，電話都冇過，離晒大譜嘅。喂，你個衰妹捨得打俾我啦咩？吓，你翻咗屋企？你特登約埋小明出嚟，就咁閃咗人都得噶？有冇搞錯啊你？咦？喂，cut 埋線添。咪咁勞氣啦 ，IT 神。其實今日我哋都玩得幾開心啊。依家都晏啦，不如我送你翻去啊。哦，估唔到你都幾張頭文嘅。切，使乜講 ？IT 神啊，其實你都幾容易俾阿妹蝦嘅。唉，嗰個衰妹成日都係咁噶啦，下下要人就佢嘅。其實係你自己就得人啫。就得人嗰個其實唔係我，係你啊！呢一排唔該晒你照顧我個妹啊，唔單止隔兩日就嚟睇佢，而且個衰妹有啲咩要求，你都盡力幫佢嘅。使乜客氣喎？大家咁熟，咁嘅情況係人都會幫你哋噶啦。不過其實我覺得就係因為幫我嘅人係你，唔係其他人，所以我先可以一路支持到依家。咁仲有啊，呢排又成日可以食到你整嘅嘢喎，真係好味噶，係你先整得咁好味嘅啫。仲好講，係你成日偷食啫嘛，本來都唔係整俾你食嘅。到我屋企啦，拜拜。喂，使唔使走得咁快啊？切，又是口不對心啦。阿總，有電話搵你啊！啊，喂 ，IT 准，點啊？人嘢 OK 晒啦，咩事啊？其實我想同你講聲 sorry 啊。切，傻啦，我都冇放喺個心度。嗰時開始嘈嘅人係我，但係你今次仲敢幫我。客咩氣啊你？我哋又唔止係同一支裝，又係死黨，邊個可能幫你啊？再講嗰時啲嘢，都係好濕碎嘅嘢嚟啫。仲有啊，我想同論壇嗰位叫路路不平嘅發言者講聲多謝。啊？你又知係我嘅？我識咗你幾多年啊？邊個挨咗嘢？邊個會走出嚟講啲咩？邊個對啲嘢咁執着？心照啦。咁你爭落我咁多人情，就咁打個電話咧，就想算數啊？唉，至少都撐我一餐啊！冇問題，不過 canteen 咋？咁你聽朝過嚟抽大啊？啊係，講起上嚟，我哋都好耐冇出去玩咯。你呢個禮拜邊日得？
人若常着緊分秒挑戰紅燈，人自覺會傷神。別忘掉曾熟悉的音韻，彌漫輕鬆氣氛。現時用同志感轉化高壓人生，但活也當倍增。東方虛虛覓尋曲折的世事能緩慢裏化興奮。一天用光了熱血，來共我輕躺宿舍天台望明月，將生活當一本小說，笑着來看似灑脱。橋段偶爾會斷線，人事會轉了再轉，時地方只換不如，卻現恬靜快感文不變。人生輕小說會寫滿溫暖，世界最斷變，傳來有你這少年，能讓將至不中斷。若每天都有目線，願你可陪我實踐這種心意，願你感染。Join Animation 下回預告。咦，步郵箱？嫂嫂，吓？咩嫂嫂啊？你同阿哥唔係拍緊拖咩？你咪亂講啊！我鬼會中意嗰個 IT 神啊！小明姐姐，睇下你面都紅晒啦，仲唔認？步郵箱，好心你正經啲啦，仲唔快啲介紹下一集？係，下一集 Joy Animation 第10集閒情逸致，唔知小明姐姐同哥哥你哋平時係點嘅呢？你真係好白啊！好過小明姐姐口不對心啊！你講咩話？嫂嫂口不對心咯！哇，嫂嫂打人啊！漫遊同盟 Join Animation 第9集，編劇水軍，編審小狼 Shadow， 導演 Indy， 混音 Ayaki， 混音監修阿玲，監修小狼。聲音演員卡路斯飾演月前總，雪玲飾演藍明美，小嘥飾演手塚順，有志物飾演進藤明，阿成飾演丹下座，水軍飾演木野沙繪，鬼鬼飾演小松步郵香， Ryan Ken 飾演山田日夫， Kelvin 飾演工藤俊彦， Wing 飾演長崎圖，斯羅飾演助安史密夫處長， Demon Lucifer 飾演水野阿和，阿婆飾演剪彩麗司儀，新婦飾演新聞報道旁白，玲飾演阿祖媽媽。主題曲衝動，編曲及作曲 Of Course， 填詞內木一郎，主唱 Of Course， 演奏 Of Course， 片尾曲輕小說，作曲及編曲 Of Course， 填詞內木一郎，主唱 Of Course， 演奏 Of Course。特別鳴謝 Otaku Cafe 提供錄音場地。流星堂廣播劇榮譽巨獻 Join Animation， 下集見。本錄音僅限作非商業用途。